到時中國嘅對台戰爭、對日戰爭就會多出一條高大上嘅理由，為咗中國人民嘅利益不受侵犯，守衛人民財產嘅安全，必須對支持貪官嘅美國現政府嘅爪牙國家開戰，達到逼美國還錢嘅目的。講笑啫吓，無論境內貪官定係走去美國嘅貪官，最後一定都會還富於民，將財富還俾中國人民。到時無論港澳同胞或者國內同胞，廣東鄉里都會全民受益，我哋就可以繼續摁摁腳，享受國家帶嚟嘅戰爭福利啦。喂，大家話係咪一個最大嘅利好啊？有人話中國究竟有冇可能打得贏啊？打唔贏又點算啊？呢點上集飛仔哥已經講過，當今世界上美國其實連伊朗都搞唔掂，美國式嘅民主制度係有死穴嘅，佢哋從來都唔會主動介入世界大戰。當年二次世界大戰唔係頭腦發熱嘅日本仔偷襲珍珠港，根本就唔會逼到美國參戰，所以將來就算中日打起嚟，同美國國土安全無關嘅嘢，美國一定唔會參戰，佢最多只會賣多啲武器俾日本嘅啫。美國嘅政黨政治導致咗大部分美國人民最後一定唔會支持對華作戰，就算係局部開打，最後美國政府一定會迫於壓力，按照伊朗戰爭現在嘅處理方法，達成妥協嘅和平協議。連伊朗都有呢個實力，何況中國呢？你仲擔心中國唔能夠打贏日本？太杞人憂天啦！至於美國人唔參戰，只賣武器嘅情況下，能唔能夠打贏日本呢？就打過先知啦。我哋正想揾幾個對手嚟練下兵。咩話？怕外國制裁？冇問題噃。制裁中國會導致美國甚至全世界嘅物價上升。而家油價一味已經搞到美國跪低啦。如果全部物價一齊上漲，睇下邊個怕邊個，邊個捱唔住先？中國人大不了就少食2餐白切雞啫吓，反正要求我哋唔多，就係食飽飯。美國人就唔得噃，民怨沸騰，美國政府就要下台，當然只能夠快快脆解除制裁啦，係咪？所以面對封鎖制裁，中國完全唔使怕，我哋要以戰止戰，無論貿易戰定係真正嘅戰爭，都可以淡定應戰，打過就知分曉，到時嘅結果一定會證明飛仔哥講嘅係啱嘅。只要中華民族團結，中國就無需害怕任何戰爭或者制裁。最後嘅勝利一定屬於中國人民，所以中國而家最需要考慮嘅，其實就係點樣令到戰爭成為利國利民嘅工具，成為有利於民族獨立、國家走向真正強大嘅工具。大家話啱唔啱？下期歡迎繼續跟住飛仔哥聽19路軍同歷史上廣東嘅戰爭英雄、民族英雄嘅古仔，以史為鑑，聽下呢啲經驗教訓，一定冇壞處，甚至可以令將來嘅戰爭服務中國人民。到時請繼續捧場，再見。